好，翻嚟警訊嘅第2部分 ，Andy 啊，呢一節咧會同我哋講啲咩重要資訊啊？嗱，今次要同大家講嘅資訊呢，係關於其中一個政府部門，嗱，佢哋平時嘅工作呢，爭分奪秒、緊急扶危，可以話同市民係息息相關㗎。由07年嘅頭9個月開始呢，一共收到45萬個緊急召喚，而平均每日呢就有1600個。咁高嘅使用量，你估下邊個政府部門 ？Andy 唔使賣關子啦，我知你講嘅呢就係救護車嘛，因為今集我哋嘅駕駛小百科係同阻礙緊急車輛有關。根據政府嘅統計顯示，全港有超過15萬嘅公務員以維持政府嘅運作，同埋為市民提供各種嘅服務。雖然有部分喺辦公室工作啦，但係亦都有唔少會冒住日曬雨淋喺戶外工作。當中有一啲更加係同市民嘅性命息息相關添。好似以我哋警隊同埋消防處嘅前線人員為例啊，佢哋全年365日，每日24小時不停為市民提供緊急嘅服務。以救護員為例，單喺07年頭9個月就已經收到超過45萬嘅緊急召喚，平均每日就有1600多次，對超過1500名傷病者提供服務。所以佢哋嘅工作絕對係分秒必爭。不過喺救人嘅同時，亦都不時會遇到一啲障礙嘅喎。偷時把手，我尋日中咗馬喎，不如今日請食餐叫咩好唔好啊？好啊好啊！點啊？條路咁大，你行晒咩？我都有揾㗎。揸車啊！冷靜啲先，講俾我聽發生咩事先？玩咩靜啊？先生，請冷靜啲先，究竟發生咩事咧？不如你話事啊！呢架救護車我嚟照管。OK，啱啦。頭先你揸車喺我車後邊着沙燈，嘟嘟聲，咩意思啊？嚇親我老婆知唔知啊？先生，我哋着住燈，綁住警號，係要通知其他道路使用者聽，我哋嘅救護車主都緊急病人去醫院，希望你哋讓路嘅啫。咁你趕住救人，而家人嚟㗎依家。咁先生真係麻煩你揸我架車啦。我做乜揸我架車啊？我就唔揸，我哋兩個唔好先走先啦。咁啊，職軍麻煩你啦，用無線電通知我哋控制中心，派接應我救護車嚟增援，同埋要求警察到場協助啦。Yes sir，叫警察我驚㗎啦，我就唔走。警住呢度。消防控制中心，呢度係九龍塘331，我哋現場有單糾紛發生，麻煩你派架救護車嚟增援，同埋通知警察到場處理事故啊。Over。唔理咁多，你唔好諗住咁啊想走啊！嗱，師兄，咁我哋有個緊急病人需要送院，咁師兄現場交翻俾你。好，明白。好，我哋收得。我哋講埋先，我走我嚟啦。我坐先啦，我嚟先啦。唔好講。
去隔離啦。阿 Sir， 我得去醫院可以先生你要嚟醫院做檢查。請上車。嗱，香港地咧真係咩人都有嚇。咁 Michael 啊，其實呢一個司機咁樣做咧，除咗已經犯咗法之外，亦都有可能危害到呢個傷病者嘅性命嘅喎。係啊，呢個喺道路上面，如果一架着咗警號或者閃燈嘅緊急車輛，好似警車啦、消防車啦、救護車啦或者海關車輛，其他司機需要讓路或者做一切辦法去讓路嘅。如果唔係咧，就干犯咗交通罪行㗎啦。咁另外咧，就正話個司機嘅截車行為咧，亦都好可能構成咗危險駕駛嘅罪行㗎啦。咁啊，有一啲司機都想問，當佢哋揸緊車嘅時候，突然間發覺後邊有一架着住燈號或者係咁號嘅緊急車輛嚟緊，佢哋應該要點樣做咧？喺道路上面，我遇到緊急車輛嘅話，我當然要讓路啦。你只要打著你嘅指揮燈，示意俾緊急車輛或者其他救護使用者你切線嘅方向，喺安全情況之下，你就可以切線㗎啦。另外，我哋亦都留意到部分司機遇到咁嘅情況之下呢，佢會係減速或者甚至乎係突然間剎車，千祈唔好咁樣做，因為會好可能引致其他嘅意外。